同時都好多謝咁多位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，同埋今晚每一位喺平安夜都肯同我一齊度過嘅每一位入場嘅觀眾，多謝你哋。多謝緊糖。3分鐘就哇！我有啲緊張添，我第一次喺我自己演唱會度打倒數，我平時都唔倒數啊，我都係出面我倒數啦咁樣，我快張床度，好似好慘咁，係就係咁慘。係啊，所以好開心啦，係人生第一次，即係哇！今日係一個值得紀念嘅日子喎，真係冇標題嘅。今晚有冇情侶啊？呢度有，冇夫妻啊呢度。好好珍惜隔離嘅嗰個人啊！真係好好珍惜，千祈唔好用姜濤呢嘅身份去用姜濤呢嘅狀態去對你哋嘅另一半，真係會好傷嘅，知唔知？包括屋企人都係㗎，唔可以對屋企人咁樣㗎，好冇？我都同自己講緊，無論係朋友啊、友情、愛情、親情，我哋都要好好地珍惜呢一啲緣分，係因為。maybe 你嗰一面出咗嚟之後，你就失去咗好緊要嘅嘢，所以係我都係講下嘢時間，因為仲有3分鐘。Oh my god！ 做幾耐啊？其實我唔係好叻時間，真。前幾日嗰個停咗嗰8分鐘，我都真做係，所以就哇！有埋音樂添埋呢個 part， Oh my god！ So romantic。係咯，希望大家今晚有屋企人喺隔離，或者有朋友喺隔離，或者有你嘅伴侶喺隔離嘅時候，好好地望住你身邊嘅每一個人，每一段緣分都好唔容易。我哋嚟到呢個世界上面，遇到大家真係太唔容易。係咯。即係，所以除咗支持我之外，都唔好令你哋嘅另一半呷醋，真係啊！即係係啊，即係你哋有冇男仔係陪老婆嚟睇？有冇？唔好意思啊，有時令到你哋嘅老婆可能喺屋企成日講我或者貼我啲海報，其實我喺 YouTube 上面睇我都知道，或者 IG 見到我都好唔好意思。希望你哋嘅老婆唔係，即係老婆們或者女士們都即係好珍惜隔離嘅嗰位男士，佢先至係第一，我就擺喺後邊得㗎啦。佢先係陪你一生一世嘅嗰個人嚟㗎嘛，係咪？咁當然我嘅音樂都希望可以陪大家一世嘅。仲有幾耐？我已經話唔到好多時間，我盡咗力㗎啦，真係。還有多久？仲有分半？哇！真係〜台上1分鐘，台下10年功，真係。我讀下啲牌。大家啲牌寫咗啲咩咧？係寫咩啊？望住你，俾心飛往陪我到最後，多謝。大家冷靜啲，唔好衝出嚟。好啊，幾心心。大家咁開心願意嘅話就企起身一齊倒數啦。願意嘅話都可以數到。就係唔夠1分鐘喎，好似係嘛？幾時香港有倒數呢個？我自己都唔知，真係。可能我真係太乜朋友同我倒數，一直認為得跨年倒數。好啊，倒數都好啊。有啲尷尬。193喎，好多啊今日。好多謝你平時喺網上面支持我，多謝你。我仲有30秒係咪？Oh my god！ 熒光幕係咪有倒數啊？20啦！好嘢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大家有伴侶嘅可以互相 kiss 手。
祝大家聖誕節快樂，祝大家新嘅一年都可以健健康康、開開心心。希望你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平安啦、快樂啦，係咯，最緊要嘅就係身體、心理都要健健康康，咁樣先至可以繼續行，係咪？